繼續是台中市的消息。昨日下晡，青年商會在中央公園舉辦着公益籃球，結合着超級跑車的活動。但是有民眾來指控，講這個活動結束了後，有參展人士駛這個超級跑車離公園的 PU 跑道來害車尾，損斷着跑道。台中市政府解釋講，害車尾等等的行為，攏唔是活動核定的內容，已經要求主辦單位愛甲場地恢復原貌。運動場跑道出現幾大撮白色的壓痕，邊仔停車場的點仔角落，有幾大撮咱啊高貴塗骹所留落來的痕跡。台中中央公園佇昨日的下晡，由青年商會舉辦公益籃球活動，結合超跑的車技，現場有幾大台超跑，包括保時捷、法拉利、賓路等等的夢幻車款，攏有現身，和車牌是看甲真過癮。是講活動結束後，民眾所發現有人甲超跑駛去哩 PU 的跑道頂懸，佮劈臉，塗骹幾大撮臉仔痕，唔敢好好的運動場，紅布甲路蒼蒼。因為他們也不是說在大馬路上這樣子玩，如果說在公用道路這樣子影響到其他用路人，就不太好了。就看那個市政府當初的規劃是不是允許這樣的一個做法。如今 PU 的跑道頂懸，可以當看到和超跑交軌的臉仔痕，會當看出停車場內底黑色的臉仔痕已經有風處理過，嚴格有一掛線條，也是真明顯。針對這件代誌，台中市府回應，這是發生在活動結束後，參加展覽的民眾個人的行為，不是活動本地核定的內容。已經督導完成場地摒掃甲復原，若是確認跑道有受損，會要求主辦單位來回復。